请咱做伙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13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13节。和合本圣经第133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这个事以后，耶稣过去加利利的海迄边，就是提比利亚海。有侪人缀伊，是因为看见伊所行得病人的生业。耶稣上山，甲伊学生坐伫遐，搬过节就是犹太人的节棍啦。耶稣夜目看见侪人，就问伊。就甲腓力讲：“你要对倒落买饼来互这个人食？”伊讲即个是在试伊，因为伊家己知所要行的。腓力应伊讲：“用200个银仔来买饼，也无够额，互因逐人得到淡薄。”伊学生中一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甲伊讲：“伫遮一个囡仔有5个大白饼、2尾鱼，总是遮尔互遐尔侪人食，有够倒落。”耶稣讲：“恁甲遮的人坐伫迄所在侪草，人就拢坐，少爷约5000。”耶稣摕遮饼祝谢了后。就分互济个人，鱼也是安尼，拢照因所爱。因已经食饱，耶稣甲伊学生讲：“捡所剩的糬仔，免得有拍算。”就将所剩的5个大麦饼的饼碎捡满12斤以上。这是要请汉溪教会黄志坚牧师来讲道。题目是5个饼。2尾鱼的心，5个饼，2尾鱼的心。迦南教会的牧师，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迦南教会的牧师、甲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很讶异哈，平常在长老教会的2场礼拜。这个国语礼拜应该是非常这个活泼，然后带敬拜赞美的。但是呢，在迦南教会，我却看见这个台语礼拜是一个非常充满火热敬拜上帝的一个地方。哈利路亚！我真惊吓，因为咱大部分拢感觉伫国语的会较活泼，不过我想袂到伫台语的敬拜中间，犹原是这样活泼。尤其是在这个主领敬拜的这位弟兄吗？长老长老哈，哇，真的是充满着活力。尤其是伫敬拜团的这个带领的长老，伊充满真侪活力。当敬拜者他们在以祷告的心，然后充满着这种火热的心跟热忱来敬拜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感染到这一个敬拜赞美的能力。我想一个带领这个敬拜的时阵，然后有火热的心的时，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体会到伊的活力。贵教会的敬拜赞美，在台语的这个敬拜赞美当中，是我去过所有平地教会里面是最充满着那种活力，然后那种朝气，然后那种活泼的这个聚会。所以伫咱的台语的敬拜中间，我是看过所有的教会内面，所有的内面是上介热情、上介活力、上介活泼的一群。所以跟你旁边的讲说，你真棒。甲你的边仔人讲，你有够厉害。你真棒。你真厉害。首先，我先代表韩溪长老教会，要谢谢迦南教会，在我们需要做教会的建堂的施工的时候，来帮助我们。伫遮，我要代表韩溪教会，由阮伫建堂的中间需要的时阵，阮会当来遮来参加敬拜。将来韩溪教会在这个建堂的施工，所以告一个段落的时候，那么你们在天上将来会看见，你们为韩溪教会的建堂施工所做的，
然后你们会看见，你们又在这个台湾又帮助一个原住民教会建立一个新的会堂，哈利路亚！伫阮建堂的中间，到一段路的时阵，你就会看到阮建堂的成果。伫这个时阵，我嘛游园会真欢喜，你会看到阮韩溪教会伫遐所建堂一个真好的建筑物。其实这个迦南教会在好像不知道7、8年前还是5、6年前，安卡罗牧师在林口的特会的时候，好像跟师母有来住过贵教会。我会记得伫7、8年前的时候，安卡罗的布道会的时阵，阮甲牧师娘有来带过这个所在。当天招待我们的，我在想说应该是长老指示，但是当天招待我们的却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郑牧师。伫迄个中间来招待阮的是咱的主任牧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点认识他。之后，我们泰雅中会的101宣教的事工也请郑牧师来分享的时候呢，我更加了解迦南教会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工。伫这个中间，阮有特别伫101的时阵，有请陈牧师来到阮的中间，来甲阮三角分享，所以我对有淡薄的认捌。今天早晨，我要以这个约翰福音的第6章1到13节来跟你们分享，以无饼恶语的心来分享神的话。伫这个中间，今仔日咱的经节内面，伫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13节的时阵，第一讲了5个饼2尾鱼的心来分享。这个经文我们经常会看，然后也清楚了解。即咱定定会看到，嘛会当了解。那么这个小孩子他献上无饼恶语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这个囡仔献上5个饼2尾鱼的心，到底是什么心？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第一个，这个小孩子他献上的这一个无饼恶语的心，是他毫无保留的心。伫这看到的中间，这个囡仔所献上的5个饼2尾鱼的中间，伊所存的心是无保留的心。约翰福音第6章第9节说，小孩子是自己带着5个大麦饼跟2条鱼来到耶稣的面前。伫约翰福音第6章第9节的所在，伊讲，这个囡仔是家己带5个饼2尾鱼来到耶稣基督的头前。如果我们从字面看这个孩童，那么就没有办法更加去了解到这个小孩子他的身份是什么。伫咱的语面来看，咱无法来了解这个囡仔伊的身份是啥物。如果从这一个新约的希腊文去看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他不仅是指一般的孩子，他还是指那些在别人当长工的这一个奴仆的小孩。咱去看的中间，咱会通了解，这个囡仔伊唔是一般的囡仔，伊是一个劳工做长工的囡仔。这个孩童真不简单啊！这个囡仔无简单。他不像有钱家的小孩子，随时就有无饼恶鱼可以吃。伊唔是一般的囡仔同款，凊彩就当摕到5个饼2尾鱼来食。他必须要省吃俭用，才能够有这个无饼恶鱼。伊可能要欠长内多，当摕到这5个饼2尾鱼。所以这无饼恶鱼对这个小孩子来讲是非常的宝贵。对这个5个饼2尾鱼，对这个囡仔来讲是真宝贵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贫穷家的这个小孩，但是咱看这个善乡的囡仔，他宁可挨饿。伊的腰不愿看见主挨饿，伊嘛无要看见主来他宁可没有东西吃，伊家己无物件通食，他也不愿意主的事工缺乏，伊嘛无爱互咱的事工来欠亏。这样子毫无保留的给耶稣，安尼无保留的心互耶稣，使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宣教工作上，互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事工顶面，不至于缺乏，拢无欠亏。并且能够高举上帝的名，伫迄个所在当高举上帝的名，叫人感动，互人感动，也让门徒非常的惭愧，也互遐个门徒真家己真歹势。在我们教会的事工上，伫教会的事工顶面，在上帝国的福音的这个事工上，伫上帝国的福音顶面，我们想一想看，咱想看卖，哪里有需要，都要有需要，我们就说，咱就讲。主啊，我在这里。主，我伫这，求你差遣我。请你差遣我。我们看见教会的需要在哪里？咱看见教会的需要伫倒位。我们看到这个社区的需要在哪里？咱看见咱的社区的需要伫倒位。我们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咱就当讲主，我伫这，请你来用我。教会的儿童事工。教会的儿童事工。或者是这一个去探访。也是伫探访。或者是简单的插花，也是简单的插花；或者扫地，也是扫涂骹；诗琴，抒琴，
安慰别人，也是安慰别人，青少年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或者是这一个关心牧者的这个需要，也是关心牧者的需要，或者是这里游民的需要，也是游民的需要，或者是外劳外配的需要，也是外劳外配的需要。我们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咱就讲主啊，我一只，求你来差遣我。请你来差遣我。这一个小孩子，这个囡仔，当他听到听到耶稣基督来这一个需要的时候，当伊看到耶稣基督的需要的时阵，他就站出来让耶稣看见。伊就站起来，互耶稣看见。因为如果我们思想到5000多个人的时候，这个小孩子不知道站在哪一个地方。有当时咱在想，伫迄个所在有5000人的时阵，迄个囡仔是徛伫什么所在？但是他就是愿意走出来到耶稣的面前。伊是需要徛伫上耶稣基督的头前。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当时咱在服侍我中们喜欢间，躲得远远的，有当时咱闪远远，我们喜欢在人群当中。咱需要咱伫迄个人的中间。我们最希望就是说，这个让牧师长老看不到我在角落最好。咱常常拢会想吼，吼耶稣啦，迄个牧者吼，牧师咯，无看到咱伫什么所在。因为被点名的都是坐在前面，因为去用点名的拢是坐伫头前的人，所以我尽量坐在最后面。咱坐伫后壁的时阵，各位弟兄姐妹们，有服侍机会的时候，有服侍的机会的时阵，就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就爱亲像这个囡仔同款，勇敢的走出来，勇敢行出来，献上你自己，献上家己，献上你所有的，献上你所有的，让耶稣看见。互耶稣看见。当耶稣看见，当耶稣看见的时阵，使用你的时候，要使用你的时阵，就是你祝福平安临到的时候，就是你祝福的平安临到你的时阵。哈利路亚！啊，所以你还要躲在角落吗？所以你搁要秘伫迄个无人看见的角落吗？躲在那一个福音事工最需要的后面吗？你搁要秘伫事工上需要的所在吗？勇敢的站出来，勇敢甲徛出来，像这一个小孩子一样，亲像这个囡仔同款，带着他所有的带领所有的5饼2鱼来到耶稣基督五块饼，面前。带着伊的5块饼、2尾鱼来到上帝面前。哈利路亚！啊，第二个，我们从这个5饼2鱼的这一个小孩子的心里面、信心里面，第二点，咱就当看到伫这5个囝、2尾鱼这个囡仔的信心顶面，我们看见来看见，这个小孩子虽然遇到困境，他仍然交托给主的心。就是这个囡仔虽然拄着困境，完全交托伫上帝约翰福音的心。的第6章伫约翰福音第6 5章到7节，我们看到第50到第70的所在看见，腓利在服侍的这个过程里面，非常的疲倦，也开始产生了惰性。腓力伊伫服侍的中间真忝，所以伊开始有伊的懒死的惯势走出来。最好是这一个弟兄姐妹，这5000个人听完耶稣基督讲道，就赶快离开吧。伊咧想讲，这5000人若听讲道了后，上介好是转来转去，不要留下来，唔好留落来。还要服侍你们。我爱搁服侍恁，不要留下来，恁莫留落来。还要为你们祷告，我爱搁为着恁祈祷，很累的呢。足忝的呢，到时候还要准备吃的。爱搁准备食的。天哪！啊，系啊， 12个门徒，每一个人平均要准备400份的这一个餐点，要去哪里找啊？因为咧5000人咧，12个学生中间，每一个人爱准备400份，要去倒遐找啊。最好是弟兄姐妹礼拜完毕，赶快走啦，所以兄弟姊妹，若伫敬拜了后，上好是就安尼走啊，赶快离开教会吧。紧离开教会。你们多留在教会，跟多在这一个神的圣殿1个小时。恁若拄留伫礼拜堂1点钟，加1我要点钟，多服侍1个小时啊！我就爱加服侍1点钟我，还要多陪你1个小时啊！我就爱陪恁加1点钟。最好离开啊！恁上好较紧离开，快离开啊！紧走。我还有很多的事情啊！我还有真侪代志爱做我还，要约人看电影啊！我想要甲你一我还跟人人看电影，家吃这个吃饭啊！我搁要食饭。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耶稣知道腓利的心啊。但是耶稣知影腓力的心，耶稣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知道如何做。因为耶稣知影，伫遮圣经内面所讲，伊讲耶稣知影是为什所以他么要安尼做，要试验腓利。因为伊要试腓力。你知道腓利怎么回答？咱来看腓力安怎回答。哎，就是20两银子也不够啊。伊伫遮伊讲200个银仔嘛无够啊。他想用这句话
然后呢，打发这5000个人赶快离开。因为伊要用这句话叫5000个人来离开。耶稣不好打发的呢。不过耶稣不是遐尼好。人很好打发呢。无遐尼紧就好。耶稣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呢？因为耶稣知影咱在想啥。虽然你讲说不够，所以耶稣甲伊讲，虽然你说不够，虽然伊讲无够，但是耶稣知道。因为耶稣知影，当他带这一个小孩子带5饼2鱼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当这个囡仔甲5个饼2个鱼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阵，经过他的注谢，经过伊的注谢了后，他那位在天上的父，伊伫天里的爸，必会行神迹，一定会行出神迹。用这5饼2鱼，或这5个饼2个鱼，能够去喂饱5000个人。会当来吃饱这5000个人。圣经里面看，收拾起来还装满了12个篮子。圣经内面讲，咱伫遐收了后，扣了后，要搁有12个坑。有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会像腓利这样说：“哎，不够了，不够了。”有当时咱伫服侍中间嘛会亲像腓利共款讲无够啊，无够啊。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无够，无够。我讲一下台语嘛，哈。伫迄个咱的经验、咱的理性、咱的经验的中间，咱常常拢会讲无够，无够。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但是兄弟姊妹，不要忘记，咱毋通袂记咧，我们的神是丰盛的神。咱的神是丰盛的神，这空气都是他所给的，咱空气拢是伊去互咱的，雨水也是他给的，雨水嘛是伊互咱的，所以太阳也是他所赐的，日头嘛是伊赐互咱。一切所有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伫一切的丰盛内面，拢是耶稣基督的内面。只要你恳求，来到他面前来恳求，只要咱伫伊的面前来恳求，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伫伊的内有恶正的事。你现在有难成的事吗？你即摆有恶正的事吗？是这一个孩子教育的问题吗？是囡仔的教育问题？是你身体的状况吗？是咱身体欠安吗？是你这个婚姻的这一个事情吗？是因为婚姻的问题吗？是你工作上的问题吗？是工作的问题吗？还是你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是你的人际关系？还是你这一个跟婆媳之间的关系？还是大家新妇的关系？我不知道，我唔知影。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不过咱耶稣基督知影，就像耶稣知道腓利的心一样。因为亲像耶稣知影腓利的心同款，所以不要跟神说，所以咱唔好甲主讲不够，不够。咱唔好讲无够，无够。耶稣是这一个丰盛的神，因为耶稣是丰盛的神，在他一切没有难成的事。伫一切中间无有难成的事。你应该讲说，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所以咱甲主讲，主，你的恩典够也我用。跟你旁边的讲说，主的恩典够我用。甲隔壁人讲，主的恩典有够也你用。好，主的恩典够也你够也用哈。我也学一下哈。那么第三个，从这一个5饼2鱼小孩子的这一个信心里面，第5个饼2尾鱼的这个囡仔的中间，我们看见他有一颗真实感恩的心。咱就看到伊有一粒真实感恩的心。难道这5000个人没有带食物吗？因为咱是不是唔知影讲这5000个人因敢无早食面？有没有人经常去爬山的？有一个人伊定常去爬山。有人起来哈，那去爬山是不是要带一些足够的口粮？伫咱伫爬山的时，拢爱早一寡食面。要带水。爱带水。膝盖不好的要带拐杖。哦，那迄个咱的脚无啥好啊，可能爱扎一支拐啊。然后气喘的可能要带肺痨喘。哦，你讲迄个下久的人啊，佫较惨吼。所以不管你看你去爬山哈，去1天哈，你就要准备很多的东西。所以咱若去爬山一天的中间，可能爱准备真侪物件。所以当时他们来听耶稣讲道。因迄个时阵听耶稣来讲道。当时的这个交通不方便哦。迄当阵啊，交通无方便。没有高铁可以去听耶稣讲道的。哦，无高铁通坐。有的人要3天以前就这个骑着驴子，有的走路。有当时啊吼，伫3天以前就爱坐驴啊，是爱行路。可能有的还要坐船。有当时啊，佫爱坐船。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要去听耶稣讲道，有几天的这个行程，他们一定会带足够的食物。所以因若要去听耶稣讲道的时阵，几工前因可能就爱炸真侪物件。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所以咱对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5000个人当中有4000
999个人，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拿出来。伫这5000个人的中间，有4999个人无愿意将因的物件摕出来。所以圣经讲说，耶稣知道，所以耶稣知影，他为什么不叫富有的人拿出5饼2鱼出来？为什么伊无叫迄富有的人把伊的5个囝、2尾鱼摕出来？他也可以早先叫门徒预备。伊嘛会当较早叫遐门徒学生来准备。主耶稣基督相对叫这个非常贫穷的小孩子，带着他所仅有宝贵的5饼2鱼，带到众人的面前。不过耶稣却叫这个真善切的囡仔提出5个饼2尾鱼，乃是要教育教导在座的这个门徒跟弟兄姐妹。所以伫这个所在，伊就是要来教示、来教导这中间的学生、甲众人。感恩的心啊！爱存感恩的心。你看这个小孩子，你看这个囡仔，这个东西是他身上仅有的。这个物件是伊身上所有的。这5000个当中的人还有东西的。因为伫这5000个人的中间，还有真侪人伊是有物件。为什么只有这个小孩子愿意？为什么干呢？这个囡仔愿意提出来？就像路加福音17章，亲像咱伫路加福音第7章11节到19节，11节到19节。耶稣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城，然后经过撒玛利亚跟加利利的时候，伫耶稣到撒玛利亚甲耶路撒冷甲加利利的中间。看到10个大麻风病，有看到10个生太高的，那么他求耶稣医治，伊求耶稣来医治伊，所以耶稣基督就医治他们。所以耶稣就医治伊。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伊伫这圣经内面真清楚甲咱讲，只有一人回来，大声的荣耀归给神。伫这个中间，敢有一个人大声来并荣耀且来到耶稣的面前，匍匐在他脚前来感谢他。而且伊倒来甲伫耶稣的面头前，趴伫涂骹来感谢伊。所以这9个人去哪里了？所以咱在讲，迄9个生太高到底是倒位？好了嘛，然后可能就到处去旅行，然后可能就去做别的事情。可能伊好了后，伊就去佚佗做伊家己的代志。但是比例太少了吧？10个人只有1个人回来。不过这个比率非常的低，10个人敢有1个人倒来。跟你讲说，我甲你讲，也跟旁边的讲说，甲边的人讲，我是那另外1个人。我是另外迄个一个我会回来感谢神的。我是会地晓倒来感谢上帝。我会感谢上帝。我会晓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最后牧师要做一个见证，然后结束今天的讲道。牧师要来讲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讲道。这一个见证的主题叫做祭坛上的拐杖。这个故事是讲伫迄个祭坛顶面的拐啊。是美国一个教会，他们有意向目标，想要支持非洲宣教的工作。有一个教会是一个美国的教会，因有一个意向，就是因要怎样来支持非洲的宣道。牧师连续讲了几个礼拜的讲道跟报告。牧师伫迄个讲道的中间讲几啊摆的报告，却没有办法感动弟兄姐妹去支持。却无法度感动真侪兄弟姊妹来支持。不是因为他们当中都是农民，因为因的中间拢是农民。不是因为他们当中都是农民。唔是因中间拢是做田的人。台语我听有哦。我也很仔细讲，很仔细的听啊。希望你们没有这样哦。牧师如果有意向的话，跟着牧师的意向走，然后呢，不要让牧师讲了5、6个礼拜还在讲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咱唔好亲像迄个教会同款和牧师讲5、6礼拜的意向，咱个拢无该支持。当然那个牧师觉得非常沮丧啊。所以迄个牧师就真失志啊。所以再一次，牧师在当天主日礼拜的讲道里面，所以有一天伫迄个主日礼拜的时阵讲道，牧师又讲了，牧师佫讲没有人感动，讲有缘无感动，只有一个脚不好的带着拐杖的小女孩感动。敢若有一个人行动无啥方便，有一个查某囡仔摕着伊的拐安尼拐者，拜者，嘿。神要用这个小孩子来成就上帝伟大的工作。上帝要借着这个囡仔来完成伊伟大的工作。虽然所有的弟兄姐妹没有感动，虽然所有的兄弟姊妹拢无感动，但是若出于上帝的心意，若是出于上帝的心意，神会成就这事。
上帝就要成就这件代志。当奉献的时候，当咧奉献的时阵，他们的奉献箱是在前面，因为奉献箱是伫头前，所有的人奉献完毕之后，所有的人拢奉献了。这个小孩子又一拐一拐的带着拐杖到前面，有一个囡仔就安尼拜一个拜一个啊，摕伊的拐啊来到迄个头前。然后他拿着拐杖，伊就摕迄支拐啊，然后左手扶着这个奉献箱，伊就甲伊的倒手摸伊的奉献箱，人家吓死了，人惊一个。以为拿拐杖要去敲破奉献箱，要去拿钱啊。伊就是讲伊要用拐啊，甲迄奉献迄个箱讲歹。结果他就把那个拐杖献在奉献箱上面。伊就甲迄个拐啊放伫迄个奉献的箱顶面。牧师问他：“你为什么要把拐杖放在这一个奉献箱上面？”牧师就甲伊问讲：“你为什么甲这个拐啊放伫迄个奉献箱的顶面？”他说：“在我身上仅有最有价值的，就是帮助我走路的这根拐杖。因为伫我的身上无有啥物，干咧这支拐啊是上界价值的。”我听到这个牧师说宣教非洲需要宣教的一些经费来支持的时候，因为我听到牧师在讲道的时阵，讲到需要到非洲去宣道的代志。金和银我都没有，因为金甲银我拢无，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甲我所有的互你。我所有的就是这根支撑我走路的拐杖。干咧，我所有的干咧会当帮助我行路的这支拐啊。众人听了，众人听了，都掉下眼泪，拢甲目屎拢滴落来。那一天奉献那天这一个小女孩站在这个奉献箱的旁边。迄个查某囡仔就徛伫奉献箱的边啊，众人就站起来，众人就徛起来，有支票的写下他们支票的金额，有的人就伫遐马上开支票，有剩下的钱再拿出来，有的人剩的钱佫摕出来，然后奉献在这个奉献箱里面，就放伫迄个奉献箱内面，来支持非洲宣教的工作，来支持那非洲宣教的。最后有一个姐妹，她也用100块把这个小女孩她的拐杖也赎回去了。有一个姊妹，伊奉献100块的美金，甲迄个拐啊买倒来。奉献不仅是金钱上的奉献，奉献毋是干那金钱上的奉献，也要将你的信心摆上，嘛爱甲你的信心放伫顶面。就像这个5饼2鱼的这个小孩子，亲像5个饼2尾鱼的这个囡仔同款。他对上帝的事工毫无保留的付出的心，伊对上帝的工内面所有的奉献是无保留的。他遇到困境仍然交托给神的心，伊拄着困境完全交托给上帝的心，他也不忘记，伊嘛无放袂记哩。他有一颗感恩的心，伊嘛有一粒感恩的心，并且行出来，而且佫家行出来。愿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愿迦南的兄弟姊妹，以及韩溪教会的姐妹，伫咱韩溪教会的姊妹，所有每一个弟兄，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我们都能够学习这个5饼2鱼的信心。咱拢爱来学习这个5个饼2尾鱼的信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咱三个来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主要在今天这一个早晨，你透过这个小孩子他5饼2鱼的心，主啊，他对上帝毫无保留的付出，主啊，他对你献上一颗感恩的心，他仍然遇到困境，仍然交托给上帝的信心。主要在今天早晨我们学习到了，我们也学习到这一个小女孩她的在祭坛上奉献拐杖的这样子奉献的心，她毫无保留的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都献给你。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早上的这一个分享，能够激励迦南教会跟韩溪教会弟兄姐妹的心，使他们将来能够带着这样5饼2鱼的信心来服侍你。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就是圣名求的，阿们。阿们。愿主旨意伫遮伫地，愿主旨意伫遮伫地，愿主旨意伫遮伫地。只是要请牧师来报告。好，这个时候轻松一下哈，要做报告哈。那
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到底韩西教会有什么样的缺乏？然后韩西教会现在教会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一些事工哈？那我等一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那我知道在座当中有许多对这一个华语不是很清楚了解，但是因为我都是用那个相片哈，所以当我讲的时候，你在看这一个影片相片，你可能会比较清楚。如果可以的话，我淡薄讲一个台语，安尼好不好？哎呀，原来我会讲下次我就用台语讲到了哈哈，拍手一下吧，好，鼓励牧师我人生当中只有一次用台语讲道，在宜兰立泽简教会讲到牧师差点也快要这个笑翻了还要很忍耐，抓着自己的大腿捏想要笑的时候就捏一捏不过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希望将来我能够学习用台语讲道。那我要分享的3个主题是：第一个，先简单的介绍韩 K 部落部落韩 K 村那第二个，部落的宣教事工；第3个，我们部落到底在教会做推动社区宣教有什么样的有一个梦那么我先介绍一下韩西部落。韩西部落的话，它有4个部落组成的有比较大的部落就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一个部落叫韩西巷。那么人口有1113人，有300多户，然后有980几个是原住民，所以那个地方有天主教，有长老教会，加起来礼拜的可能还不到200多个，所以我们大概还有700多位这一个这个福音的合场可以领人来归主由我们来祷告。那这个是韩西的吊桥，全国最长的铁桥就在韩西部落就是这一个，晚上有 LED 灯，非常的漂亮，有原住民的图腾，它全长是324公尺那我每次讲说如果你们夫妻这个感情已经很好的，然后呢来那边走桥，手牵手过去，不要放回来再手牵手回来，再找牧师为你祝祷，你们的感情会更好如果有一点点问题的因为这个煮菜煮饭还是什么事情有一点嫌隙没关系，紧紧抓住你老婆的手、老公的手，走一次回来找牧师祷告回去应该会很好所以希望将来这一个夫妻或者是弟兄姐妹能够经常来玩。你可以看到那个最远的是我们这里是属于那个中央山脉，那最远的就是南湖大山的这一个山脉然后呢那个是大元山，后面是铜山，那个最高的山海拔将近2000公尺。如果腿力够的，牧师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带你去爬那座山，好不好好，看你们的夜景漂不漂亮？漂亮在这个地方临咖啡安尼看夜景安尼真爽快安尼心情真爽快有迄个古鲁林道这个对年纪大的就比较平可以散步还有瀑布接下来这个可能老一辈的日据时代的都很有这个回忆这个是1933年昭和8年日本所起的忍者神社这个也是很好这个也是蛮好看的这个水里面不要看水外面，里面有很多的鱼有真多鱼有时间来喊去来吃烤花安尼好不好好，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现在的情况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教会有照顾老人老人日间关怀站照顾老人就是老人日间关怀站每一天都有老人到教会那边吃便当上课教他们唱诗来欧罗住不是只有教会老人有这一个社区里面的天主教的，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带他们信主然后也让他们不要那么早就老年痴呆症动一动手脚动一动，让他们更健康。第二个
除了照顾老人，我们还有儿童的编织班，希望小朋友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这一个泰雅族女孩子最会怎么样？不是喝酒呢，泰雅族的女孩子最会织布啦。所以小朋友将来他们有织的一些东西那如果有机会带过来，然后义卖帮助他们的这一个教育基金，然后也给他们有生活费有那一个生活的这个补助。然后这是我们教会喝咖啡的地方从那个右边有没有？那个地方可以看那个乌龟岛不是乌龟岛啦，龟山岛龟山岛龟山岛喝咖啡看夜景真的是很舒服接下来昨天台北大稻埕教会差不多有90人有国际纪念会有50人，加起来60个人，加起来150个人很多都是老人他们很怕，就说怎么到2楼再去礼拜堂我们还好没有电梯没有电梯，但是我们有楼梯，这楼梯是平的让老人也能够扶这一个梯子呢，能够到教会里面去。好，这是我们的咖啡屋，这不是用电脑合成贴的这是架杠的，行客教会的零咖啡的所在欢迎大家来佚佗来享用这个是我们教会。好，接下来这是我们招待所我们教会可以住大概38个人我每次讲40个，师母都骂我说38个睡觉可能要这样睡了38个人。我们还有那个西兰雅育民宿，它有4间这一个双人的套房，那牧师还有这个小木屋可以住所以你大概拢总差不多60个人会通来喊去教会来住哇，好难快打结了我们教会有起芳这个就很顺起芳我们有这个真的是不纯砍头我们真的是很纯没有加什么砍蜜蜂的头我们不是我们真正仅架起这一个自己的这一个蜂蜜没有掺这个糖在里面，所以大概4月份以后有的话，那我们教会的弟兄会收集，然后也带到教会来帮忙义卖，帮忙我们弟兄会的基金，还有教会的建堂基金那4月份以后，还有我们成立协会，这个跟教会的情况一样，所以我不用讲这个就要讲了哇，太阳美食你知道这个吗？抓地其他不能讲，那是保育类的。这样那个昨天我们就做150桌那些老人牙齿他说哇有那个都15桌150桌我跑到了讲道里面15桌150个人哇，那个都是大稻埕都是老人，他说哇牙齿没那个山肉没有办法，但是他们卤得很软用舌头这样就碎掉了所以那个老人哇吃的这个吃的很干净然后呢回去他剩下的还包回去他说为什么不要包回去？现在牛嘛没使吃这个猪嘛没使吃鸡嘛没通吃，什么都不能吃，因为瘦肉精、禽流感什么都有这样。你来最好，你来这边给你做排毒的工作他每一个人吃汤南瓜汤都吃，因为10道菜里面只有1道是鱼是用买的，其他都是山上的日月精华，有没有？吸取日月精华，然后入水，然后长出来上帝养的这个肥肥的这个野菜，还有身上都是 muscle 的这个 muscle 都是肌肉的那个动物，有没有？都没有用饲料养的，哇，每一个人都是很壮的我切下来好假的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来吃好，这个泰雅猎人学校我要跟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讲你看到好像怎么第1场也是年纪很大，第2场怎么都是老的，年轻人到底去哪里他们礼拜6有青年礼拜大概多少人呢？不是100多个人所以请你们下次带青少年参加我们教会的猎人学校，也就是这个泰雅生活体验营上次新店教会的去刚刚好就抓到1只山猪，你问那个牧师看看，当场就给他肢解那切这个是肠，这是胃，这是牙齿，这是他的这个尾巴，给他看哇，他们说上了1堂外科的手术的课程
我收获非常良多，我也教他们很多野外求生的知识。接下来，好，我们教会有奖学金哈，那我们教会经常费是不够的哈，没有办法去弄奖学金，但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意向，我们需要，上帝就给我们，所以透过台北的一个中会的教会，一个某个中医师吧哈，他每一年大概奉献我们5万还是8万块，就希望能够支持我们教会这一个从国小到大专生他们的一些这个学费或者是一些这个经费让这些小孩子他们不要这一个辍学哈。那你可能会听到我们的条例我也看到你们奖学金条例嘛，也有，我也参考过迦南教会的，什么教会都有参考过，唯一的全部都拿了放在里面，但是有一个我们不一样，就是说那个成绩哈，你们成绩几分？80，哇，我们更高呢，60呢，60呢，不是说我们贬低我们的孩子，而是说他们都需要。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来教会服侍，有没有来礼拜，超过2/3以上，这个才是我们着重的。还有他们生命品格的教育，他们生命有没有改变哈？那还有心灵关怀站这跟卫生所的。好未来那现在已经开始做了，我们有做这个国中国小的课辅班让他们到教会提供一个好的场所、好的环境给他们读书哈。在家里本来要读书，妈妈说孩子这个正道举手一下，用那只手，另外的这只手正道去买酱油去买什么买，所以孩子呢他没有办法专心的读书然后有时候灯光也不太够，所以呢全部集中式的读书，互相鼓励，有请我们教会的大专生来这个帮忙他们，来协助他们的功课。好，还有这一个，你看到右边那个猎人学校的小孩子在学藤编然后左边呢是这个女孩子在学织布。还有这个行动图书车那么这个行动图书车刚才不是讲说我们部落我们韩溪有4个部落，那我们教友比较多，就在韩溪这个地方，行政中心资源都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还有3个部落，他们都是挂名的天主教徒。但是都没有去教会礼拜，所以他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我们就开着福音车到处跑，然后把主日学的校长老师然后带出去。这一个福音车就好像是我们主日学的教室，然后师母他们就打开这个，然后这个福音车里面装满了一些圣经的这个绘本，然后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上课教导他们让3个部落他们小孩子也能够接触到主的福音。那我们知道等一下我们就会跳一个舞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跳一个舞，所以原住民很喜欢跳舞，所以我们也申请了伊甸的项圈计划，就是有教福音街舞跟吉他班在部落好，这是我们部落的电脑教室那这个是已经大概7年左右的电脑也是非常老旧如果各位还可以打的电脑还可以打，不要送来那个真的已经咳嗽了癌症的那个不要用的真的很好用这对我们部落才有需要，因为你送过来我还去修搞不好修1万块5000块干脆丢了垃圾桶回收，可能还有100块所以可以用的还很好的，那可以跟这一个我们教会联络，然后让我们小孩子能够有好一点电脑，他们能够跟国际接轨，也能够完成他们在放学之后学校的这些功课。好这是舞蹈班，接下来这是我们的高手，我们叫做不是达人我们的藤编高手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接下来其实我们在做的跟贵教会在做的一样，那坐在这些最小的人身上，那么最软弱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愿上帝祝福你们。然后呢，楼下还有没有卖完的藤编？还有那不是酒那是酵手酵素酵素怎么讲尬手尬手还有那个藤编的请你们会后能够这一个购买，不要让我们在很重的抬很重的带走，尤其那个就一只手的，你看看举手一下，你看他等一下还带走，等一下手掉下来了那么也希望在这里诚挚的欢迎我们迦南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能够来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联合礼拜，或者是能够享受我们的太阳美食，然后来这边做退休会
来参加我们的一些营会，愿上帝祝福你们平安。好，我们就请我们的诗班到前面。我们要献一首泰雅族的诗歌哈。这首诗歌我们唱了之后，你们的头一定会摇哈，你们的手一定会拿出来会拍手因为这首歌是非常活泼轻快的歌哈。